在嘉義市最近是有民眾發現，講這社區呢，到半暝時啊，有當時就會出現一大群的狗仔來攻擊這籠洞貓仔。也因為這狗仔出現的時間呢，攏是佇個半暝，而且因的範圍呢是包括着嘉義市的東區甲西區，其實都是攏有的。所以，互附近的人是懷疑講，有可能就是有人挑故意放狗仔來咬這個貓仔的。即馬嘉義市府已經開始咧調查，要追查這個狗仔到底是倒位來的。半暝時陣，民眾徛起監視器，翕着幾隻狗仔為外口撞入來了後，刷來就聽到貓仔咧叫的聲音。這個狗仔攻擊貓仔了後，才做伙離開。這款的狀況唔是一解，而且佇4、5公里外別個社區嘛，同款出現一隻狗仔攻擊貓仔的代志。6、7隻有咧，攏遮大隻，攏足歹。吼，迄人飼的哦，迄人飼的，狗足水的哦。安尼。他們每次來都是大半夜，大部分都大概6、7隻。這些狗的範圍太大了，而且是都同一群，所以我們就認為它不太可能是就是自己來的。附近的住戶表示，24佇社區其實攏看無這個狗仔，而且因出現的時間大部分攏是半暝較濟，所以才會懷疑敢是有人飼這個狗仔，專門來攻擊籠洞貓。如果犬隻是屬於有當犬的話，我們會立即執行捕捉以及帶回園區來安置。知影這個代志了後，市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有佇發生過攻擊事件的所在進行調查，要找出狗仔的來源。農務科嘛呼籲民眾，若是有看到狗仔群佮出現，千萬唔通挖緊，也是想要來趕狗，會當通報相關單位，讓專業單位來處理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